来看咱国内一则意外的消息，这是高雄林武今仔日透早呢，有一台轿车冲红灯，这嫌犯唔予警方加临检。这警方是一路6.5公里外，直直到这嫌犯家己去弄到路边的变电箱，才总算停落来。也那这个意外嘛，造成附近455户是失电，差不多1点钟左右。这警方表示讲，车顶呢有2个未成年，赛车的驾驶是敢若15岁尔。嘛，因为这车顶有找到毒品，所以即马厘清案件。 前方车辆立刻靠边停车受检。仁武分局大花所警员一路放送开警报器、持喇叭，要求嫌犯停车受检。因为嫌犯伫建工路冲红灯，警方查车唔停，一路就来到定清路车，嫌犯家己弄到路边的变电箱才停落来，加在人就有轻伤。趴下！趴着！车上几个人？还有没有人？没有，几个？3个。 车顶拢总有3个查甫人，其中2个是未成年的学生囡仔，赛车驾驶敢若15岁。警方当时也找到2级毒品、僵尸分弹、还有 K 他命甲假背包。因为嫌犯无照驾驶，期检逃走，佮沿路冲红灯等等。警方除了依法罚上悬126000块以外，也对嫌犯验肉，厘清是毋是有吸毒赛车情形。于车内查获多项违禁品，原警依现行犯逮捕3名男子，针对无照驾驶、危险驾驶、拒检逃逸、故意好自行驶、闯红灯等交通违规，自单举发。汽车上带电的变电箱弄甲庆烟损灯，也造成附近沼青区甲凤山区有部分的路段，大约455户失电。带电紧急处理，大约1点钟左右陆续复电。伫凤山区冰山街开早顿店的头家讲，才拄要开门做生意就跳电，好佳在无啥影响到。恁开始做生意啊？拄要开门的。有影响到恁无啊？不然那很早，应该大部分人都没有感觉。受影响用户有455户，经加派人力进行抢修，暂时先隔离事故区域，转供电源，于5时55分与全部完成复电。因为早起已经将事故车辆先调离开现场，台电表示已经派人在进行设备抢修，因为有对别的线路先送电，因此未影响到民众的用电需求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